好，而家時間係朝早8:47。各位老闆，澳視澳門電視頻道已經覆蓋中國內地全境，由珠三角擴展至神州大地，宣傳效果勁好多。澳廣視就係各位老闆揾生意嘅最佳拍檔，即刻打嚟85994840落單啦！而家嘅天氣係現時室外氣溫係攝氏29度，相對濕度係80%。好，咁我哋依家開始接聽聽眾電話啦，係蘇生嘅電話。早晨。係早安。今日都係講翻為公務員啊嗰個退休制度啊，係必定必須嘅，係嘛？祖國都係咁講，係嘛？咁啊，一國兩制50年不變，幾屆嗰一兩屆政府都唔去依照嚟做嘅，係嘛？咁啊，違反咗祖國嘅指示咧，係嘛？最主要你啲公務員係為社會服務，為澳門人民服務咁啊，係嘛？咁啊，我對阿黃司長有信心嘅，放心啊，今年內應該實行翻嘅，係嘛？咁啊，講下嗰個而家嘅政府架構好臃腫啊！咁例如，哇，嗰啲部門開到好多，好似啲咩總局嗰度愛嚟做咩啫？嘥100-200人，一個保安司搞掂啦。又有治安警察局咁多人，同埋嗰個司法警察局，浪費嗰啲人，就唔關岑特首事嘅，係佢啲內閣。啲內閣真係好差嘅，嗰啲係得兩個最由此以來最有能力嘅，咪張永春啦、黃少澤啦，係嘛？唉，即係點講咧？咁啊又話搞橫琴，搞咗20幾年，習主席落嚟叫你哋搞，都11、12年嘅，搞到而家。我每日去2次橫琴，我知道咩情況。嗰啲廢墟一樣，車多喎，唔知點解。即係可能啲珠海啲人咧喺度翻工，又翻去收工時間，係嘛？咁發展橫琴要做一個制度出嚟㗎嘛，係嘛？冇一個完成嘅制度，好似阿岑特首叫你啲資產街去投資，一個都唔理唔睬。咁嗰啲商人揾咁多祖國錢啊，好似啲澳廣視咁有10億，係嘛？嗰啲社團幾千萬一年，啲報館最少都400萬嘅。咁你為何要浪費嗰啲公帑啊？唔需要噶嘛，你做得好，人民會擁護你噶嘛，唔需要揾啲冚拐去支持你噶嘛，係嘛？你唔好睇下何厚鏵特首幾多人支持佢。好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蘇生嘅電話。拜拜。另一方面咧，我霍士嘅訪問中，當被問到伊朗